一行入去中孝里活动中心，马上就会当闻到凉凉芳芳的精油味。原来这是台中一间专门改善酸痛麻症头的连锁理疗中心所规划义诊活动，而且在调理进前，阁有中西医2位医师身体面上问诊，掌握每一个患者无同的身体状况，阁安排调理师针对患部进行精油疗龄，舒缓酸痛不适感。我们公司从去年10月就到全省各地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都做一些义诊。那我们义诊大概可以发现很多老人家，大部分都是结构的问题，比如说是退化性的问题，或者是受伤长久以后造成的问题。那经过我们的一些精粹的理疗，加上我们一些的推拿，所以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效果。22号在中孝里的活动现场，大约来了近100位民众到场体验。本来我这个脚后面那个筋搭住了，但是被他抓了以后现在可以蹲起来了。之前不行吗？蹲不下去啊，这个后面的筋拉着啊。所以觉得跟一般的推拿不太一样。不一样，推拿会很痛，他不会。他就轻轻的帮你推就 OK 了。医疗团队这个来我们社区，然后来我们这个社区帮忙义诊然后帮一些年长者来这边不能出门的年长者进到我们社区来帮我们义诊。那我自己有下去体验，真的是他们这个经络推拿真的是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好。运用精油的萃取物，佮经过调理师专业手法，替真侪民众改善了多年酸痛问题。义诊团队后一场活动，将伫咧东区总经理活动中心登场，酸痛防义诊团队欢迎有需要民众多加利用。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